台语字真趣味，相信啊，要食好心家己福。台语安尼写，要食好心家己福。想要得到啥，也是想要做啥物代志，拢爱靠家己争取，就是迄种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靠自己最好的迄种概念。因为大家都合无共，有代志要共样，总是袂拄好。就是迄句话，是社会现实，毋是朋友无情。所以规气，家己争取家己做，较妥当。像讲，敢毋是有煮日豆汤，哪无帮我留一碗？要食好心家己福。到食饭时间啊，中昼无煮豆熟，大家拢咧无闲，要食好心家己福。啊，阮阿爸甲阮教示，要食好心家己福，毋通事事项项拢要养人。要食好心家己福的福，搁念做合；要食好心家己合。教育部台语教典的记例，伊一喙就甲肉合落去，啊，我用手合着一只鸭，啊，伊一开喙就要甲人合死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要食好心家己合，要食好心家己福，实在真趣味。